世界华人工商妇女协会大台南分会姊妹会员，每一个拢精心打扮，欢喜坐上观光巴士，听到解说员的讲解，要来游览府城，除了希望会当更加了解故乡的历史，也是为10月份登场的世界华人工商妇女协会年会行程来先行踩点。我们世界华人是在台湾设立的一个会，然后现在拓到全世界，已经有88个分会。那我们大台南分会，这次举办这个就是配合府城400，要古都巡礼，让在地人也要了解台湾的古迹、台湾的这些庙啦、这些文化古迹、这些历史。我们有解说人，我们会从这里。虽然在地不见得是都了解，然后也难得坐上那个双层巴士，做这种观光旅游。希望我们也带动府城这个400，然后推动我们的文化、我们的古迹，让全世界人都知道。而且我们10月份有世界华人的年会完以后，会带好几百个人来台南观光，也。借这样，我们是一个种子，我们到时候会了解，以后会带着他们来更认识台南，更认识我们的古迹。创造未来，一定要探究历史。那像我们身居在安平的人，其实我也不是很了解安平的古迹以及安平的古迹历史的由来，所以呢，今天趁由这个机会，让姐妹们体验到双层巴士以外，那也更了解的我们的古迹的由来跟这些历史的轨迹，那才能让姐妹去把借由我们这个全球性的一个社团，把这个台南给发扬，台南的观光给发扬出去。大台南的会者为推广台南观光，特别穿上旗袍，致上会长准备的礼物，进行一场国际巡礼，也希望借由这个活动，让全球姊妹更加了解台南，并将府城400的故事传到世界各个分会。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。